4月30號開始，喺香港公眾地方揸住電子煙就要罰3000港元，嚴重嘅話仲要坐6個月監。仲有大約1個月，香港嘅控煙措施又會再加辣。由2026年4月30號起，香港會全面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，例如電子煙油、煙彈、加熱煙支。喺香港旅遊嘅旅客都嚴禁帶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同配件入境，違例嘅人會被定額罰款或者坐監。今次新例嘅重點係將管制範圍由禁止吸食擴大到禁止管有。由4月30號開始，任何人喺香港公眾地方揸住電子煙、煙彈、加熱煙支、草本煙同相關配件等另類吸煙產品，就已經係犯法。如果喺公眾地方吸呢啲產品，執法嗰陣都會當係管有咁處理。違例嘅人會面臨3000港元定額罰款。如果管有嘅數量比較多，或者涉及商業用途，最高可以罰款50000港元同監禁6個月。喺呢個之前，香港今年1月1號已經實施咗3項控煙新例，禁煙範圍擴大至幼兒中心、學校、醫院等場所出入口3米範圍內嘅公眾地方。佢2個人或以上排隊等公共交通工具，或者進入指定處所嘅時候禁止吸煙。違例吸煙嘅定額罰款由1500港元加到3000港元。對於嚟香港嘅旅客，相關部門提醒，另類吸煙產品同配件嚴禁帶入境。由4月30號開始，就算喺街上揸住或者拎住相關產品，都有可能被定額罰款。唔知澳門又會唔會跟呢？講真，而家嘅電子煙喺90後呢班後生仔女入邊真係好流行。再唔去管制，呢啲將來嘅社會棟樑就會變成新一代嘅煙民。隨住新例落地，香港對另類吸煙產品已經形成禁售賣、禁吸食、禁管有咗，全面管控閉環。香港特區政府表示會加強巡查執法，呼籲市民同旅客一齊遵守法規。你對呢件事有咩睇法呢？喺評論區留言，多謝大家。